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咱来研究平湖的四句联，这咧讲民间手面趁食，打厂卖菜，艰苦人的生活，趣味啊！头一拍来讲一支风吹半冬云，串着山顶的高分，雄雄出来数一困，实个无叫恁食薰。讲假风吹假行情的半冬云，啊冬云的云，平湖的腔口拄啊甲高分的分有斗句。串食山顶的高分，串讲串钓串食，串就是见摆。卡那因为我行情歹，都拢食俗薰食高分。即马吼雄雄出来数一困，哇！煞去当着熟悉啦，是个啦，我无叫你食薰，因为吼歹势啦。迄若有行情的人饮出来一包宝岛的总统牌的贵薰，但是我这俗薰呢，家己食就好啊，是个无叫恁食薰。讲到薰四句联，还佫另外一拍，我那真趣味。讲想要路边捡薰采，毋过惊见名声歹。一支龙鱼食3摆，食到半zat饮起来。我吼实在是足下的，想讲路边来捡人食春的，佮加减点，火吸落还佫会当崩两喙啊。啊，毋过惊人看到吼名声会歹哩。过去啦，我食即个龙鱼的吼。一支龙鱼的，我甲食3摆。哪有在条分做3摆食？啊，都国情头拄我伫咧讲，迄若无人看的时阵，剥两喙啊，就赶紧甲饮起来，食到半zat饮起来，就是甲厝花就对啊啦。即马当着熟悉，佮惊我来啊，吼，吸了，赶紧的佮剥，当作剥行情的。所以一支龙鱼有在条食3摆，你甲看，看即个手面趁食的艰苦人生活，实在讲吼，苦中作乐，原来趣味。爱玩四句联，佮另外一拍，这都有历史性啊！见面头一句，讲民国10年丁兵制，咱的身躯国家的9月中旬才设计，要伫台湾少年家。国情头拄我咧讲，平湖老辈咧念的四句联，这是学者专家大学生去捡起录音，请教老辈记录落来。有影有这首四句联，毋是国情片的。民国10年、40年的时阵吼，开始定兵制。迄当阵就是为着要反攻大陆，一寡台湾的少年家拢掠去做兵。当然人会惊咯，因为日本时代才掠军夫掠一摆尔呢。所以留落即个正有历史性的四句联来做记录。平湖的四句联艺术趣味，值得咱做参考。